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6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疫情指挥中心有甲染病日本学生的接触者做体检，目前拢是阴性的，未来也会验抗体找出感染源。政府开放12个国家甲地区的外国毕业生入境，今仔日有头一批入来，是8位港澳学生，目前也检验过，带到防疫旅馆。在今日下晡，彰化的溪湖糖厂5分仔车甲货车烧落冰车，好在是无人受伤。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到咱国内疫情。日前有一位日本学生伫台湾读册，等到日本所验到武汉肺炎，疫情指挥中心也针对接触者进行采检，今仔日也公布采检的结果，全部拢是阴性的。疫情指挥中心也强调讲，无排除这位日本学生是伫台湾互感染到的，一寡接触者也会做抗体检检，也要把这个感染源找出来。一名20岁日本女学生进前结束台湾课程，登去日本时被检验出武汉肺炎阳性确诊。接到日本方面通知了后，疫情指挥中心赶紧采检123名密切接触者，包括女学生的同学、带钢琴房间的人，也有老师。2道 PCR 核酸检测结果出来，全部拢是阴性。我们目前在这追踪的这100多位的老师跟同学，那目前都没有发现任何的一个阳性，那至少这一波的疑虑是比较降低啦。指挥中心讲，可能有2种结果，一个是女学生检验结果是伪阳性，应该说为安怎一位接触者拢是阴性。另外一种是女学生真久以前捌胃到，所以讲呈现着阳性。依照这个推测，接触者应该也有人被胃到，所以讲下礼拜一会对着接触者来采回验抗体。若是有人的 IgG 抗体是呈现阳性，那就代表被感染过。其中如果有验出阳性的话，那我们还会再根据这个部分来做后续的一个再调查，那以了解说到底当地有没有发生过疫情。指挥中心强调，女学生伫台湾感染的几率依然无度排除，而且个案伫台湾期间无参加学校社团活动，也是工作，生活真单纯，所以讲爱等到卫生检测结果出来，才法度做进一步判断，来调查本土疫情状况。记者自鸿报道。台湾目前有开放11个国家甲地区的外国学生入境，目前教育部已经核准62人。在今下晡有头一批外国学生入境，是8位今年要毕业的香港学生加澳门学生，到台湾了后也完成检疫，随带到防疫旅馆进行14天的在家检疫。飞行机降落，境外学生到台湾，一落飞行机马上被带往检疫站来检查，确认无发烧的情况。你叫什么名字？念出来好吗？拖着行李行出入境大厅，也随即被安排到境外生报到柜台，由教育部甲各大学的人员协助学生坐防疫专车送往防疫旅馆进行14天的特殊检疫。疫情有确定，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开放11个低风险国家的境外生因申请来台湾完成学业，至今已经有62人通过审核。教育部讲，26有8名香港应届毕业生，7个对香港，1个对澳门入境台湾。终于可以回来，就是等了蛮久的。所以算是不幸之中的很幸运吧。以一个平常心去对待吧，就是觉得台湾政府有这样的政策，我也是支持他们的。后一波登来台湾的境外生，除了台北大学有4名，中央大学、东吴大学、昆益科大、耀台南应用科大拢有1名。高教署署长讲，这阵申请核准登来台湾境外生有62人，6月28也有4名境外学生。一到了接机大厅，一定要来柜台报到。如果没有到柜台报到，因为我们不确定学生就到台湾，那会通知警政机关去协询。为了确保不要让境外生四散，造成防疫破口。疫情指挥中心头一波开放11个国家地区境外生应申请入境，包括越南、香港、澳门、泰国，有2238人符合资格。另外，头一波开放登来台湾的境外学生，必须在7月7号进前完成申请作业，才法度顺利登来台湾。记者自鸿报道。讲到这个年假，大家拢出门去行搭，伫彰化溪湖糖厂的5分仔车顶头有载着270位游客，在今日下晡1点半左右，经过宽和路边高道的时阵，甲货车相撞，想袂到货车甲火车埔拢淹到边仔的沟仔去，好佳在是无人受伤。另外，伫新德县的尖石乡司马库斯部落也发生修路型轿车并且意外，目前是无人受伤。小火车伫产业道路倒铁路，无打动的状况，道边路边部好佳在后手卡掉，无摔落山坎，救援人员赶现场将吊伫车内警员救出来。
新竹尖石乡司马库斯产业道路2.2至2.3公里处，下昼2点外，警方接报有小货车并路，1点外钟后，赶到现场的警消人员将吊伫车顶的3男3女以吊挂方式救出，其中细市驾驶的家后查某囝甲朋友4个人身体无爽快送医。新竹警方指出，来自新竹县的细市一家甲朋友拢6个人，利用廉价出去佚佗，疑似路草无熟，甲车辆操作不当，致死并且。伫中华溪湖的车祸现场，共款真惊人。溪湖糖厂的观光消费车下昼1点35分，经过溪湖无设置闸门的宽和路平高道，互消费车弄入火车头，并伫路边的高瓦，车顶载270名游客拢拍着惊。车厢是往上的，如果车厢往下拉，就严重了。这架车祸好在无造成游客受伤，落车家己用行离开。21岁姓黄消费车司机头行送医，警方研判是消费车无让观光消费车。台港观光小火车它是有绝对路权，那行进的车辆它有警示，要看警示，然后要让车。没有实施护栏，这个早很久以前我们就有跟台党那边反映过的啊。你要实施这个观光旅游你现场的这个环境还有那个安全措施真的早就要做好，做个平交道。对。当地民众指出，这个路段是危险路段，嘛建议带头营运观光消费车也需要伫沿线进行安全防护加后置坚固。也不过意见无得到采纳，即马发生交通事故，也希望相关单位会当检讨改进。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5日节连假高速公路拢伫咧塞车，国道5号永宜兰的对峙是透早10点开始，塞到25的下晡4点外，塞到30点钟，是有史以来塞上久的一摆。今仔日国道5号往台北的对下晡2点半开始，也开始伫咧塞车，可能要塞到暗时10点。有学者认为讲，民众关伤过久无法度出国，只好伫国内旅游，也建议政府要有新的措施来分散车流量。5日节连假头一天，国道大塞车，尤其国道5号南港北拿南下路段，真侪国道停车场连续塞车30点钟，可能会是历史上上塞的。第二天换做国道5号北上继续塞，下晡2点半左右，车是愈来愈多，北塞4公里半，平均车速无到20公里，预计塞到暗时10点。国道5号的部分那刚刚有讲说，这个已经有一些拥塞的状况，可能预计大概在晚上10点左右才会获得比较好走的状况。高公局预估前2天国道5号南下车流量大，而其中是国道5号北上车流上最一天，会对下晡2点到暗时9点实施北上高承载管制，并且会看回塞情形，发动主线加高10度的控制。学者讲5日节塞车的情况是真好的经验，建议交通部应该推出更加严格交通速度的做法，若无线内中秋连假塞车30点钟情形也是出现。采用车牌的单双号来做分流，如果更严格的话呢，必须要采用预约上路。高公局讲，国道5号塞车情况实在是真少看到。过去南港头城路段行车时间大约27分钟，连假头一天平均爱58分钟，大约是2倍时间。建议开车的人多多注意1968 App， 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并且多多利用大2、大9这替代道路，避开车多塞车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回5日节连假往到宜兰的国道5号连续30点钟拢伫塞车，交通部长林佳龙爱民众若准是要开车出门，就较巧咧，所以引起国民党家批评。伊讲伊是上届失职的交通部长，林佳龙也出面驳回讲，认为家己有讲无准的所在。那不要在尖峰时间，在特定的路段自己要去塞，那我觉得做一个聪明的用路人。那能够趋吉避凶。交通部长林佳龙爱民众做一个巧的用路人，因为端午连假第一天，国道5号大塞车，佮塞出连续超过30点钟的上升记录，佮已经伫塞车，心情无好，佮听到林佳龙讲这的话，哪会爽快？国民党嘛批评交通部疏导措施明显不足，佮讲林佳龙态度真轻浮，会当讲是史上上失职的交通部长。如果你真的做不好，那么请换人做看法。没有必要让你在那边讽刺我们用路人都是笨蛋吧？林佳龙部长本意是好的，希望民众可以多查看手机 APP， 避开塞车路段，当聪明用路人。
民进党立委赶紧斗3天讲话，实在是因为武汉肺炎疫情，互大家拢真久拢无出去佚佗，才会出现保护式出游人潮。讲家己是林佳龙好朋友的台北市长郭文泰煞歹势加讲话。做个聪明的用路人是对的啦。我都听说国道5号已经塞几天了，塞2天了。所以我跟你讲，我看你在哈，那个到宜兰的高铁一定会列为第一优先的，因为那个雪山隧道老是在塞车嘛。所以你认同他的说法？补选的，我不是我认同他，好朋友不好意思批评他。其实这报复性的出游，我们大概都可以预判到，我们事先要做好疏解交通的准备，把整个车辆拥塞的状况降到最低。林佳龙26透过新闻稿强调，做一个巧的用路人的讲法，唔是要把责任撒给任何人，是要请用路人甲交通部做伙透过智慧交通改善国道交通。若有讲无好势的所在，嘛愿意修正讲法。记者郭灿特别有综合报道。古早人讲未食5月粽，破喉唔甘放。想要到这天气本地讲会一直反常，在最近天气确实热翕翕。今仔日台北市又搁出现37度八的高温，已经连续16天超过36度啊！气象专家也表示讲，规个热天拢会真热，特别是7月、8月时啊，甚至可会出现到39、40度的高温。另外，北部在今下晡落西北雨，水利署也针对台北新北的部分地区发布淹水警戒。5日这连假好天气，也毋过日头赤炎炎，真正真烧热，尤其是透中昼是烧火火。中央气象局针对高管区发布高温警戒，中部地区南投云林等地中昼上高温拢飙破37度。有够热的啦，即马37度外嘞，有咩挡袂掉？也毋过全台上高温分别伫南投甲台北市，来到37.8度。气象专家表示，台北市气温已经连续16天超过36度，而且连续高温的天数也会继续推进，7、8月甚至不排除会出现破纪录的极端高温。那以台北市来说的话，因为它是盆地，所以只要太平洋高压一笼罩，吹西南风，台北市全台湾这个最容易发现热浪的这个地方就会创新高。台北市中昼真烧热，不过下昼2点半以后开始出现午后雷阵雨。气象局针对17县市发出大雨也是变雨特报。水利署更加发布台北市、信义区、南港区甲新北市、新庄区以及淹水警戒。信义区当地里长前往开淹水的地区视察，因为未少徛家靠近山边，近来只要拄到中港河一路徛家就淹水。我们这个山上，假如湿烟超过20的话，这一道山上整个山上的山水，不单止这一个好几条黑球山凹下来的水，大一样就把整个路面就淹住了，就直接冲到民宅里面去了。北市在航班表示，市区有道路底站积水，也毋过雨势短雨，并无传出明显的灾害。气象局表示，高温热对流真旺，下昼开始出现大雷雨，民众注意高温着伞之外，第四界地区要严防淹水。记者综合报道。这几日唔但天气真热，而且用电量也用加真凶。台中火力发电厂2号机第2时停放了后，台中市环保局虽然罚200万，而且要求爱停工。不过台电无爱停机，2号下晡搁用涂炭继续发电。环保局搁去甲因加查，依照空污法要甲因冻发，甚至要甲负责人移送侦办。温度也差不多啊。台中市环保局稽查人员伫2号下到4点外，第2摆针对中火2号机中胖进行稽查，这1摆确认已经投炭并联发电。那所以我们之前来看的时候，401度是，不会哦，是我们在2点多的时候就200多度了。这个月24暗7点，中火2号机点火中胖。台中市环保局以空污法开出第1张200万的裁罚，也毋过中火犹原无停机，过两天下昼，台中市环保局副局长亲自爬上2号机，70公尺悬的烟道观测点，确认已经有烟流，认定中火违反停工要求事情明确，佮开出第2张的罚单，将下令点火负责人函送法办，以怀查业之招来形容，台电挑战台中市政府的公权力。怀查业之招，置中部人的健康于不顾。讲坦白的。台中空气好，难道不是大家共同追求？那我们会根据这个喷煤量来换算它的这些系数，大概确认应该是在800万以上的罚款，好新台币，对，但上限还是在2000万。面对可能小连锁的罚单，台电方面再次表示，台中市政府违法开发，也指出中胖了后，台中空品无变卖，目前有下柜用电的需求。台中市环保局再次到台中电厂稽查，并再度的扬言开罚。台电除了重申
台中市环保局的违法处置之外，把空污的问题全部怪罪到台中电厂身上。中火的2号机运转，下一季的空品一样良好。中火2号机中放了后，运转设施发电已经达到95.37%，将近满载，发电量524.38万瓦。台电主张中火2号机中放符合法律规定。针对台中市政府开出的2张罚单，将提行政救济，考虑申请国赔。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这个连假，真侪民众都出外去佚佗去行搭，所发现广告日这连假所有饭店，有的所在是有起价，有的所在说是一暝困一暝，拢爱到5、6千块。民众也讲，这甲当时设定房间是有绝对关系。5日做连假第2天，对中南部到台北市过暝旅游民众伫旅馆内底慢慢伫食早顿。甲其他景点拢是游客进行比较，台北显得较冷清，因为毋是各路观光热点，大台北地区商务型旅馆大部分要维持在疫情期间的优惠介绍。所以在台北呢，北部区域都是商务型的饭店，不是度假型为主，所以还是会有差别。甲台北无共款的是，花莲台东的热门景点，有旅客就观察真侪饭店，因为订房满啊，房间占起到5、6千，甲台北差真多。花东的部分差不多就5、6千这样子，那台北这边可能就是超2、3千啊，差蛮多的。不过，敢真正是热门景点的房间拢起价咧。阿里山的饭店业者大房率9成，价钱无变，旅客也讲价钱小会用接受。目前我们没有把价钱提高，我们还是维持一样的。没有，很公道啊。蛮便宜的啊，没有涨啊。来看一下更加南边的高雄，热门的博尔艺术地区人无算多，不少游客是一天来回。老伫休大游客是因为订房时间无同，对介绍也无同的感觉。 3个礼拜前订台南，然后1晚大概不到1000多，但之后订高雄的话，1晚就要2000多这样子，只价差比较多。我是520总统就职那一天订的，他说那天有专案，所以我是那一天订，然后1个晚上只有3000块的特价。 疫情冲击台湾观光业，真无简单等到疫情将有例外。不过，国内旅游是毋是真正回温？恐惊要等到7、8月休热期间，才真正看会出来。记者综合报道。一人享情样，无人享3千箱。在今仔各地头，拢真侪人去行搭，特别今仔日是连假的第2天，伫咧东部甲南部是真侪人。有一寡民众无爱去观光地点，甲人客人，所以走去山顶接近大自然，也是一个袂歹选择。 游客客满，台东多良车站的观景平台，以清清海洋为背景，廖准时机翕火车开过去的上水画面。5日这连续假期的第2天，台湾东部各景点拢被游客客甲10通访。当地团员表示，人潮回流比去年同期增加至少2成。之前的水准了吗？有，多很多了哈。对。 伫家己故乡内面，也配合在地旅馆业者免费送参观的门票，希望对观光有帮助。北部游乐园是还未开门营业，就勇地排队人潮。若无想要人客人的民众是选择往山区走，也好东下区出现一个围拢歹找的情况。到露营区郊外的地方的话，人会比较少，而且我们这边露了2、3天，连续就3天2夜在露营，这样子对我们的时间运用当中不会浪费在车潮车阵当中。因为端午连假又加上疫情的关系，所以他们都是定点玩，不想去高速公路塞车，所以我们这边成长大概有5成以上。业者表示，雨刮弄下，唔但维持山顶空气流通，人群接触少，更较会当避开人客人的景点，也成为民众另外一项选择。不少游客趁着冷风，走向大自然，尽量的放松。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美国的武汉肺炎确诊人数是一再增加。美国的疾病预防中心 CDC 也推测讲，全国的感染人数可能是确诊人数的10倍，超过2400万例。本地要重新启动经济，地方政府也临时喊停。另外，重新开始拼竞选的美国总统 Trump， 搁再用中国瘟疫来共骗上。 美国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总计超过240万例，一礼拜全国6城超过30个州新增加病例大幅增加，其中13州增加超过5成。CDC 分析全国资料表示，每确诊一个新冠病毒患者就有大约10万样本有抗体，所以估计全美实际感染新冠病毒人数可能是确诊的10倍，也就是2400万人。 而疫情严重，却是首先解除封城禁令的德州，2天新增加上万名的确诊病例，也连续13天创下单日人数纪录。
共和党籍州长艾伯特25将宣布，暂时终止重新开放计划，一直到因安全进入下一个阶段。休斯顿、达拉斯、奥斯汀甲圣安东尼奥这大城市暂停非紧急手术来抗出病床。The best thing that you can do is to just stay at home. I believe if the numbers continue to rise at this pace, Houston is on track to become the worst affected c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相关在5月初就抢先来解除封城的亚利桑那州，连续4天新增加比例超过3000例。共和党籍州长杜斯宣誓暂停重新开放，新密西根州民主党籍州长格里沙也宣布安尼做。美国进前纽约州情况严重，即阵较稳定啊。不过西部甲南部侪州新增加比例创下新高纪录，虽然是因为更加侪检测，不过阳性比例才伫上升。佛州利是一天新增加超过5500例确诊比例，快速检测站头前车排真长。加州洛杉矶边的急诊室，搁再全部拢是病人，加护病房使用率大大增加，医护人员拢真忝。呼吁民众，特别是50岁以下的人，莫因为感觉麻烦而忽视防疫。These are the people that were out during the demonstrations. They are also the people that have had to leave their homes and go back to work, and may have, because it's been so many months, been lured into a false sense of security to relax a little bit on their health precautions. 川普总统最近民调下降，已经使民主党级别对手拜登，伊重新发动竞选活动，希日全开，甲疫情责任撒给中国。And it's a China plague. Before that came in, we had the best job numbers we've ever had. We had the best economy we've ever had. 川普接受福斯电视专访时，支持奥巴马甲拜登对中国拢无法度，伊上任才阻止中国对美国的各种侵占并吞。而对进前讲，较少检测的确诊人数就减少，伊讲迄是讲算笑的。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会看到拉丁美洲的疫情真正严重，到24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0万人，其中委内瑞拉连生活必用的水拢无，搁爱家己去乌古井抽地下水。另外，伫咧哥伦比亚有一位治病妇人人伫昏迷当中，家己后生死落来，好佳在路尾有一家团圆。医护人员抱起半倒伫面床顶悬的女病人，将伊放伫轮椅了后，准备带病人去看出事了后，就一直无见过面的医院。哥伦比亚这位女病人戴安娜5月初患着新冠病毒，伫5月中病情加重带入病院，6月初因为病情严重陷入昏迷，最后伫有薪74礼拜情形下紧急破腹，成功生一命查甫婴儿。Es un caso que nos ha generado mucha conmoción porque pues hasta ahora conocemos que hay muy pocos reportes de sobrevida del COVID en un contexto tan severo como el que tuvo nuestra paciente. 虽然婴儿出事了后有喘气困难情形，不过伫医疗人员照顾之下愈来愈健康。昏迷当中的戴安娜伫插管治疗24天，最后总算清醒康复，看到家己的后生。Una emoción muy grande, saber que luchamos, que los médicos nos ayudaron a sobrevivir y saber pues que estamos aquí de nuevo. 另外，委内瑞拉境内雪地防疫期间无水通用，为营利组织清水基金会调查，有86趴的供水站服务无可靠，有11趴根本无法度供应水源。首都拉斯加斯一个散车社区的居民，爱家己四界乌水井找找网坑，伫找到水源了后，爱搁家己游水线将水引入社区。Tienes que ir a buscar el agua. Y en este momento nosotros estamos en presencia del crecimiento de contagios. Entonces el hecho que tú salgas de tu casa a buscar agua ya implica que vas a exponerte. 过去一年，居民用的无水通用，不过为防疫，官方为1个月之前开始有供水车伫定点提供清洁水。居民今年等正会供水车将水搬入家己厝内，才暂时有小可清洁水用来维持卫生防疫工作。记者综合报道。咱的镜头看到中国台，中国北京昨又搁增加11个本土病例，目前已经有280人去治疗武汉肺炎。近日发生讲确诊病例因过公共变数，有可能会传染给别人。不过北京一再强调讲，因的疫情有压落来，也打算讲要甲西城区7个社区改读封闭式管理。所以我们推断他可能是因为去了这个厕所。
感染了这个新冠病毒。根据中国媒体报道，6月20日确诊病人中有2例是北京天客隆超市2楼美食城的店主，因是一对红某，并无新发地接触史。北京疫调人员展开调查，最后才锁定捌出现伫确诊病人的所在。是从新发地市场商户关联到与新发地商户密切接触的玉泉东市场商户，再关联到玉泉东市场商户居住的永定路70号院，最终关联到去70号院上卫生间的烤肉拌饭店老板。根据疾控人员分析，这两个病例属于新发地市场患者的3手传播。北京自从爆发新一波疫情了后，到25新增加280例确诊。根据中国卫健委统计，25新增加13例，其中11例本土病例拢来自北京。不过官员依然坚持疫情得到基本控制。昨天最后1例境外输入病例自愈出院，至此，北京市境外输入患者清零。此次端午假期正值防控最紧要、最吃劲的关头。稍一松懈，就可能前功尽弃，功亏一篑。对相关人员进行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青年湖、首坝口南街、京铁河园等7个社区的居住小区解除应急封闭管理。北京官方疫情通报，针对东城区捌出入过新发地市场中风险高度人员已经进行体检，25超过62万笔核酸检测结果拢是阴性。另外，北京西城区也评估，23暗时针对阿桥、车站西街、青年河等7个社区，解除封闭管理，调整为中风险防控标准。记者综合报道。受到北极圈对流反气旋加高气压影响，伫西庇利亚接近北极圈的雅库茨克竟然出现38度的高温。另外，在英国伦敦加法国巴黎也拢超过35度以上。专家上界烦恼的是天气伤过热，大家无爱挂水暗，也袂记保持社交距离。阵阵海风吹来，民众穿着短短短裤也是短裙伫爆花边散步，有的是规气脱掉顶冠衫伫海部耍水。这毋是倒一个低纬度的国家，而是位伫北纬60度的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北六江的气温已经互北欧人挡袂掉的摄氏30度。同款是海边，英国南部的伯恩茅斯海部，人满满的程度，更加是惊人。除了大家人拢清茶清凉。客家安尼防疫规范内的社交距离根本都是无可能的代志。Unfortunately, the crowding there has meant the challenge has been, this is an enduring emergency. Some of those pictures that we've seen today, you wouldn't believe that still we're affected by COVID-19. 其他欧洲国家也差不多，巴黎这2天的气温也达到摄氏35至38度。公园内水池边4月拢是想办法要消大气的民众。当然，大家这款程度，除了到封城期间，真少见面的亲戚朋友近期咧讲过，挂嘴暗这件代志也早都封绑袂记。另外一个热到互人想袂到的所在，出现伫罗西亚西伯利亚东部的雅库茨克。这离北极圈只有450公里。一般来讲，6月份的平均温度伫摄氏22度左右，当日却出现38度的高温，打破35.1度的原有纪录。Связано с мощным тропосферным антициклоном, который сейчас занимает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сю территорию арктических районов. Сместился он с районов Камчатки, был небольшой по площади, но подхватывая тепло, занял большую территорию. 嘛有民间讲法指出，热天气温升高了后，对疫情的挡护有帮助。也毋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甲其他防疫专家认为，目前无证据显示新冠病毒的传染力会随着温度升高来减弱。记者综合报道。美军是连续6天派军机去巴士海峡侦查中国闯水南的动态，中国解放军也做出反制，今仔日就派军机飞到台湾西南部的防空识别区内，随去互咱的空军近距离。这也是这个月第9摆来疗愈啊。另外有风声讲，中国当咧启动头一只核子动力的航空母舰，有专家认为讲，可能是中国的新技术有了新的突破。中共军机2日搁再侵犯咱防空识别区，空军用广播驱离，这已经是6月以来中共军机第9摆进入咱国空域。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6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 ADIZ， 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
中共军机出现西南空袭，真有可能甲美军连续6天到巴士海峡侦察强军占南动态有关系。中国智库也公布美国军机动态互相监控，美军 EP-31电子侦察机出现巴士海峡飞往南海侦巡。学者讲，美国军机这军直接飞往南海，无排除是对中国背击的南海军演。东沙群岛距离这一次飞机的航线以及那个航路来讲，就非常的接近。那会不会是美军先做一些部署，先熟悉那附近的环境？那么让美国的海军的飞行员、海域以及空域能够有更熟悉的一个经验。中美双方互相监控，提升大海紧张局势。另外，中国传出发动研发头一架协助动力航空母舰，强军武器装备采购网被发现出现南船核动力系统相关的采买需求项目，引发外界议论。即阵只有美国、法国有核动力航空母舰，中国只有2架传统动力航空母舰。学者讲，中国在核动力推进期研究可能有真大进展。那么突破以后，可能需要走向一个量产。那么量产的时候，可能把一些比较不重要的部分呢，摆在这个采购网，然后对外公开招标。学者讲，发展核动力航空母舰是中国战略布局突破第一岛链的必经之路。另外，美日在海空域进行军演了后，日本防卫省有定7个新设战职部门，推动自由开放印度太平洋构想，加强甲印度、澳洲、英国甲东南亚国家防卫合作，提悬对抗中国能力。中日因为疫情，香港局势已经无互信，日本安尼做恐惊和中日关系更加歹。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国务院公布2020年全球防治人口贩卖比评结果，中国有关列在上摆第3级，香港是变到第2级，也就是观察名单内。国务卿蓬佩奥也讲，中国直接比如讲就爱吞论工作环境。另外，这份报告也讲到台湾就爱加强移港的政策。美国国务院公布上星2020年全球防治人口缓和评比结果，中国伫报告内底排上尾，甲俄罗斯、厄立垂亚等国同款是评比上歹的第3级。内容阁指出，中国采用强迫劳动的手段，比如美国甲人权组织所讲关上百万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居留营。国务卿蓬佩奥伫致辞时特别点名批评中国。wher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it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often force citizens to work in horrendous conditions on Belt and Road project. 香港甲巴基斯坦同款被降为第2级的观察名单，也就是无制定全面将人口划分，看作是犯罪法律，但伫特别审视国家或者是地区。香港政府回应表示强烈反对，指出报告内容因为严重偏见甲欠缺事实。不过报告中也讲到台湾，列伫表现上好第1级，阁是连续11年拢列伫其中。外交部，我们感谢美方在这一份的年度报告当中，肯定台湾在防治人口贩运工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未来我们将持续的与国内的相关机关以及民间团体齐心努力。虽然台湾是第1级，不过报告也有几点建议事项，包含台湾应该加强渔船管理，访谈甲保护可能受剥削的渔港，应该修改相关政策甲立法，停止对渔港收取招聘甲服务费用，甲伫中介评鉴过程中正式纳入敏感社会意见等。内政部也回应政府按算伫今年底研议完成新守护行动计划2.0版本，防治人口贩运。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香港版本的国安法，按算伫月底会通过。美国的参议院25也通过香港自治法，这个法案会当对中国官员以及对中国的企业施行制裁。不过，真侪反送中人士烦恼会去互香港政府改算总效，拍算要逃走到台湾。根据到香港的媒体报道，逃渡到台湾的金额也花到大约380万。美国参议院25当期通过香港自治法，这跨党派提案，将授权美国总统制裁对香港实行新版国安法的中国官员、企业家往来银行，冻结个人资产，拒绝发签证。And that's why it's important to actually do something that shows that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will pay a price if it continues down this path to extinguish
those freedoms of the people in Hong Kong. 参议院也通过另外一项决议案，由共和党参议员霍利提出，呼吁美国政府运用外交手段，抗阻北京通过港版国安法。另外，反送中人士烦恼，会正做迫害对象传出偷渡来台湾的金额已经化价到新台币381万。有港媒报道，反送中运动1年以来至少200多位示威者偷渡来台湾。你只要去参与反送中的事件，你只要经过他们的侦查或者是他们的交保，那他们大部分都会被没收旅行文件，或者是限制他们出境。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陈慧珠伫受访时表示，港区国安法草案有机會伫這週末召開嘅全國人大常委會投票。但個法律本身咧一定要有效，佢呢次立法出嚟咧，佢一定要可以咧就將止暴制亂咧係做得到。講緊佢哋可以喺香港執法，可以送中，可以有機會無限期拘留，包括咗陀槍，包括咗竊聽。以國家安全之名去操控一切。台灣關港專案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7月7日上路，因為疫情還未解除來台灣入境的管制，香港人若需要申請港澳條例第18條，應依照人道因素申請來台灣做個案的審查。記者綜合報道。所以咱來看高雄市長的補選，本地掠準是哪力對決的高雄市長補選，想未到民眾黨所推出親民黨籍的候選人吳益政，變作是三腳賭的局面。若準是郭文哲落去輔選，有可能甲少年人的票攏救起，哪力陣營也開始在做拍算啊。5日這連假真濟政治人物攏唔敢放行形，身為民眾黨黨主席的台北市長郭文哲，信心滿滿帶黨內推出的參選人到屏東參加青龍座談會。補選機會也不是大家預估的選戰事先沒有準備好，但是對高雄市政我們早就準備好。面對民眾黨來勢真強，民進黨的陳其邁準備推青年就業加產業轉型應戰，通知5月政治台北市長郭文哲做參下，請找少年選票。假如有機會當選市長，那我一定會讓我們的青年的一個就業能夠改變，像很多的這些大廠投資高雄的機會讓高雄跟台南形成科技走廊，以及對於這個我們的傳統製造業的轉型升級。國民黨對5億前進前發揮中央補行800億通籌分配款，認為堅持認為，但中央補不如家己爭取。在陳菊，然後在陳其邁的，他們都在中央就是已經沒有替高雄爭取到就是統籌分配款。那如果說益政哥他認為還在期待他們會給我們統籌分配款，那我覺得不如來支持梅珍來努力，自己來爭取最實在。陳其邁煩惱選票不如頂一擺，李梅珍甲5億前是煩惱，實在是真共款，分走選票，哪力被三陣營的參選人面對對手提出的議題都唔敢代誌，就驚這一戰拍了無好，會影響後邊的政治爭奪。記者綜合報道。日前有一位日本學生來台灣了後，返到日本卻驗到武漢肺炎。有專家也表示講，這個病毒可能藏佇咱的身軀邊，建議社區型的診所就要有體檢的材料，才有法度把武漢肺炎找出來，甚至要把體檢的範圍掠較快，才有法度找出無症狀的感染者。台灣已經超過2個月無武漢肺炎本土病例，也毋過政治局傳出有日本女學生為台灣登去日本了後，被確診武漢肺炎。對此，有醫師認為，這顯示國內社區也是有傳播風險，建議基層診所應該有體檢能力。就像流感快篩試劑，只要發現疑似病例，就會當隨列出來。只要醫生想要做呢，就可以很方便的幫他這個病人做做看是不是新冠肺炎的感染。而且這個檢查結果也很快能夠知道，所以一般是需要類似快篩的東西。公衛學者批評，現階段的被動式採檢一定會有漏高，建議主動針對400外圍確診者、甲地處隔離者的居住地擴大進行採檢，就處找出無症狀感染者。另外，衛生學調查也應該提早準備，建議定期對居民抽血檢抗體，以了解過去社區整體感染情況，作為未來防疫的參考。要產生群體免疫的效果，至少都要差不多55%到65%的人受到感染。那知道這個以後，就知道一旦我們有疫苗以後，誰要優先打。學者甲專家攏強調，政府應該擴大體檢，包括所有未境外入境者，才會當降低隱性患者，減少佇社區中的幾率。而武漢肺炎疫苗上市前，民眾只會當靠擗洗手、掛嘴安保持社交距離等，降低感染的風險。記者綜合報道。
讲到这批武汉肺炎疫情，中国各地疫情也当咧滚加，对台湾的威胁说是无停止，甚至搁甲香港一国两制制度提早收回去。就专家讲，未来2-3年，台湾就要面对中国入侵的威胁。不过，这回疫情，咱台湾互世界看见，这批疫情的危机，敢是咱台湾另外一条生路呢？来看阮的分析报道。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重大举措。 符合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在中国武汉肺炎疫情当好的这个时阵，全国人大通过香港版的国安法。有人讲这是中国提早甲对香港一国两制的承诺收到转去。那台湾这届在咧防疫做了真成功，在咧国际上有未少能见度，加上台美关系继续在咧加温，再三刺激中国对台湾的敏感和警戒，也互外界怀疑台湾敢会真做是后一个香港。 台湾因为这个防疫成功，所以今年特别受到国际瞩目。事实上，美国也持续在提升、加大跟台湾的军事合作跟安全的这个议题。某个程度又可能会这个让北京非常的不满跟跳脚。所以目前看起来倾向往这个冲突的这样一个螺旋上升的一个状况。算讲阿强的这个军事，无论讲是伊的迄飞机啊，是讲伊的航空母舰，伫台湾这周边咧射来射去，这种威胁的这个。 频率比过去拢悬真济。过去中国派军机射台湾，平均2年1摆。不过今年以来，逐个月都有，而且规模扩大。台海军事的情势是渐渐艰难。在咧蔡英文第2任期就职演说内容讲到两岸时，也是搁一再强调，绝对袂刺激中国，会维持台海稳定，加强台美关系。蔡总统其实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说北京对哪些议题。 是绝对的，是这个恼怒的。香港的国家安全法通过了啊，那么他还是必须要某种程度的表态。那他等于是在脸书上表态，而不是由总统府发表一个声明。也就是说，蔡总统以及民进党政府其实也是在一个怎么讲，在走一个钢索，跟美国维持友好，甚至所谓的亲美跟。 戒慎恐惧中间保持一个动态的平衡。那中国用武力统一台湾的主张不断出现，中国的解放军也在咧微信公众号打出放弃幻想、准备战争的文章，有意在咧掌握战争的主动权。面对中国一步一步挖进台湾，两岸关系也惨未少危机。 学者分析，国内积极伫咧发展国南国造，向美军买刺针型的防空飞弹、甲 F-16V 战机，这拢伫咧争取和中国武力相当的条件。那对于解放军，不管他是要封锁台湾，或者是他的2栖的这一个舰队，或者是要透过渡海，然后来攻打台湾的过程中，那基本上可能我们就有一定的这个不对称作战能力，能够把它这一个拦截或歼灭在台湾海峡。 即卖情形看起来，因为包括美国，还是讲欧洲，还是日本各国因为因即卖拢有这个武汉肺炎的关系即卖家己内底已经真麻烦，上有可能保护台湾的美国，伊即卖内部佫有征兆的冲突所以因即卖家己都顾袂离啊要安怎来顾台湾呢互伊有真大的动机想要拍台湾，我想这是事实。 中国的疫情也未完全平静，即阵是又搁拖翻头。那中国强势处理香港问题，引起台湾的警觉。不过，中国内部今年头一季 GDP 大幅衰退6.8%，是30年来头一届倒落，订单继续在咧流失，失业的人也愈来愈多。但美中贸易战也未告一段落，即阵有未少国家也拍算要追究中国疫情的责任。中国所搁继续在咧引动台海的争端，两岸关系敢有法度照蔡总统所讲的？ 和平、民主、对等、对话，8个字继续行，是5望也是挑战。记者阿明金、刘玉水、林坤明台北报道。伫咧昨昏，也就是25开始的台北电影节，疫情过后，全世界头一个现场举办的大型影展，而且咱台湾民众真捧场，敢若票房就超过去年的纪录啊！ 恰到文秋是台湾族女性特有的贵族阶级象征。纪录片女主角廖丽华是屏东台湾族大溪部落头部继承人，毋过自细汉被头部爸爸送去平地读册，袂晓讲族语，也无意愿做细细头部，一直甲爸爸过身，才登去到部落，面对起女头部的身份角色。 纵使回到部落，他个人压力也很大，因为老人家都跟他讲族语，可是他却不会讲。那他逃避的时间可能将近有7、8年的时间。
台湾第一部以路头部作为纪录对象的电影纪录片《阿查伊兰的呼唤》，是导演魏学真关注10多年的原民题材，要参加今年台北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也是26个步行场次完售。看片进前，观众爱伫票券留联络电话，也爱挂喙安量体温，才能进场。今年台北电影节伫疫情之下如期举办，而且有售票房的成绩比去年佫较好。到开幕第2天，已经有34个电影场次位未也未抢了了。是全球好像目前是唯一一个正常举办的，就是还身为台湾的影迷还蛮开心的。受我们老师的影响，他一次买25场。对，然后我只能跟进10场。原本有影迷烦恼，也甲顶半年金马奇幻影展同款，因为疫情宣告取消。好在在6月份，正拄台湾疫情解封，主办方面也克服困难筹备开幕，和台北电影节正做疫情爆发了后，全球第一个实体举办的大型影展。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目前是云林地区早冬稻仔收成的日子，有一寡农民会照较早的习惯，把稻草放火烧烧来做肥。不过安尼做会造成空气污染，甚至这寡乌烟会害车无看路。环保局也开始追查，若准气象看到会向罚钱，请农民就要注意。放火烧稻草，烟是清甲真悬，唔但造成空气的污染，恐惊嘛影响到行车的安全。最近是云林一期稻作的收割期，唔过有部分的农民收成了，就放火烧稻草。云林县环保局是表示讲，最近已经加派人力，佮有配合空气局开闸开发。我们发现说，目前为止，农民在田间燃烧的行为还是非常普遍的哈。那在今年度到目前为止已经查获了29件，那我们也相对的告发了3件哈，裁罚1200块的一个罚款哦。云林县环保局是表示讲，官员烧稻草卖破还表退微生物伤，而且真济稻草污卖造成土壤无好，鼓励农民把稻草倒好油做肥料，也是透过回收做其他用途。稻草弄平，然后整地整一整，然后再灰料胖胖的，胖好了再用水的阴的，搁搞的安尼，然后直接就种了。我们是已经好多年没有烧了，政府在推广，更何况会罚。云林县环保局是表示讲，107年全云林县开闸烧稻草有317件，108年剩99件。不过这个时期也是有农民烧稻草的行为，目前已经有成立13个人巡查小组，有通报平台，加强开闸。若是现场无看到人卖插红旗啊警示，而且有翕相，佮通知相关的人来说明，来改善烧稻草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有的所在地园若要采收，就会欠工欠家手。伫南投德山的地农，就请新住民姊妹仔来倒班茶，咱也做伙来看卖。卡手美丽，经出又一个地秀，因是伫咧南投县德山镇斗做线工挽茶的新住民，为着解决地园欠工的问题，资本地农拢请住伫咧附近年岁较大的阿姨阿姊来斗卡手。不过因为人歹请，而且这阿送的年岁也拢真悬，即阵新住民姐姐也加入挽茶的工课。哦，他们比较会采哦，比较年轻啊，我们这里都老了啊。5、6年前，那新住民就有陆续的加入，然后一些补足，就是一些阿公阿嬷年纪太大没办法出来采茶，就多多少少有补足。那做事那开讲，挽茶阿婆和新住民的阿姐做伙无闲。新住民的姐姐讲，伫咧山顶空气有影介好，挽茶日子比大工厂更加快活。空气很好，你早上去采了，下午就可以早点回家煮饭弄饭的。比起工厂的话，我喜欢采茶。我们去工作的话是没有在压力上没有什么压力啊，比较轻松，可以赚自己养自己啊。为着过三顿，新住民的姐姐讲，出外打拼就爱骨力。伫咧遮底大家斗挽茶，熟悉真侪朋友，也了解台湾的文化。不过地农也是希望政府伫咧地hiệu大出的时阵，也是爱加派寡人来斗挽，才有法度真正解决欠工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走遍了天涯海角，也是故乡的话较圆。伫台中，大家有一位艺术家出国留学回来了后，也重新思考家己的故乡。伊开4年时间创作一本出大家乡的绘本，描写在地居民甲妈祖婆的故事。画出大家妈经过征集拜访，准备要出城绕境闹热的画面。今年大家妈绕境才拄结束，对国外留学回来的在地艺术家 Bob Boss
也用伊的画笔，甲大家嘛伫咧居民生活当中所存在纷扰，斟酌甲画出来。绘本的名就合作出大甲城。菜市场它都被贯穿围绕在这个妈祖庙附近，其实也就是说，因为它聚集了人潮，所以各行各业还有人的各种生活百态都这样被串起来了。所以我就把它变成一个仿古地图的方式。波波是讲，伊进前伫英国读册时，因为受到无共文化的冲击，开始怀念家己的故乡。全决定要甲故乡一寡趣味、搁特别的代志画落来。这里的成分呢，一直到我连去到很远，我去到伦敦念书，都跟我连在一起的这些生活上的一些情感连结，所以我就想说，用一个第一人称的角度去把这些东西贯穿起来，变成一种比较普世的情感。绘本当中的搭搭滴滴，拢是大家上界特殊的人文风情，也是波波是生活中上深的体会。即阵伊也想要甲展出来，互大家欣赏。我们希望在地的这些青年学子，然后跟在海线的这一些美好的创作，都可以在海湾一次来演出。透过这届伫海湾绘本馆所举办的主题展，波波是唔那甲充满回忆的乡愁表达出来，也互人更加了解大甲城的风华。记者综合报道。因讲有一个5岁查甫囡仔，因为做婴仔时阵去互伊的老爸老母家苦毒虐待，严重甲伊的双脚就会切掉，本地无啥会晓使用辅助工具的伊来行路。受到这位二战老官兵的鼓励，也发愿1个月内要行10公里，要募款互伊家医治的病。6岁初也无啥会晓使用拐仔脚脚跨出半步的5岁查甫囡仔，当年韩吉尔20多天落来，已经会当稳稳的向前行，逐天行超过几百公尺的距离，互一路陪伴疼惜伊的养母宝林非常感动。韩吉尔太太头一摆看到小东尼是伫伦敦的伊凡莲娜儿童病院，当时只有4个月大的小东尼，互亲生父母苦到甲强要死，骹手骨头支气白血症多重器官衰竭。The hospital had said he was unlikely to be able to sit, walk, crawl, talk. They had no idea cognitively how bad he was because there was a mass on the brain from injury. There was a mass on his heart. 韩吉尔一家2016年收养小东尼，将伊当作出来上细汉后生来照顾。一路行来经过几摆的手术，包括2017年双脚切除的大手术，并且伫今年的2月倒脚脚。受到8岁二战老军官摩尔队长换着助行器，伫自家赌场逐天来回行100转，为国民健保服务 NHS 募款数值的鼓励，小东尼决定要伫1个月内挑战10公里的路程，为伊伫伊的伦敦儿童病院筹募经费。Really good, and I decided because it's really good. I decided to do more walking. Yeah. 小东尼设立的募款目标是500英镑，到目前为止，募款网站涌入超过100万英镑的捐款。对此，韩吉尔太太感觉非常意外。因为上互伊欢喜的是，小东尼发展快速活动力，伊唔会当行，甚至还会当走。You know, 3.5 weeks ago, he could barely take a few steps, and to do the third of a kilometre each day was a really hard task. Now he flies through it easily. Today we've completed over the 10 kilometres, but we'll keep walking till Tuesday till we finish the 30 days. So we'll see how much more we can clock up. 伊凡尼娜儿童病院赞助人之一的建桥公族翁仔某威廉甲凯特，也伫肯辛顿宫的官方 IG 表扬小东尼的勇气甲毅力，讲小东尼互因2个人感觉真骄傲。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天气受到太平洋高压甲西南风影响，明仔载中昼前后，台北市、新北市、南投县、云林县恐惊会变高温，可能会出现超过36度的高温。明仔载天气是啥款？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对27度到36度。中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27度到3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6度到32度。
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的最后，也带各位观众朋友来到英国的食物园游赏百花，也感谢您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主任。5月节你要到啊？嘛有人讲是5月节，也是肉粽节。讲到粽吼，巴肚就枵。咱今仔日的主题就是白粽。白粽汉字写做白粽，罗马字写做宝鸭白，子红粽。白第8条，粽第3条。白粽是用粽虾甲糯米甲料包做伙，用粽素滚滚的了后落去撒的食物。粽一般拢会包2仁、香菇、猪肉、土豆、辣子，这个粽料。粽虾有用过桃叶，嘛有用竹叶，看当地用倒一种较方便。这个粽虾伫传统的信仰内面有辟邪、除歹运的功能，所以食粽嘛有祈求好运的意义。为了要好看，咱会甲粽用粽素白做伙，伫锁头拍结叫做粽泡，规罐粽叫做粽干。5日节前后天气热到雨水，真侪传染病要开始流行。为着要祈求平安，台湾伫真久以前就5日节拜拜风俗，粽就是真重要的祭神食物。因为粽甲拜拜有关系，就有一寡相关的禁忌，亲像若是5日节正前，厝内有人过身，丧家就袂当白粽，因的亲情就爱白粽送予丧家，这叫做送节。伫台湾传统的风俗内面，囡仔是袂当食粽角的，因为惊囡仔捡粽角来食，以后会捡角。捡角就是讲人无路用、无希望、无效的意思。5日节正前天气拢了袂稳定，有时想讲已经就热，就甲寒人的衫拢收起来。过无几工，煞个熊熊转寒。毋则有俗语讲，袂食5日粽，破油毋甘放。意思是5日节了后，天气较稳定，旧的衫就会当收起来啊。溜白粽、粽虾、粽泡、粽干、粽节，袂食5日粽，破油毋甘放。虽然粽好食，毋过较歹消化，毋通一摆食伤济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等后摆再会。